即马礼拜就要开始，请大手机啊关机，还是开到正常。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自一个大会中，我要全心感谢上主。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互伊爱伊作为的人拢通学习。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伊的公义永远遵守。当咱来唱歌阿罗上帝，圣诗第189首，圣诗第189首。198首，
乌路称呼至大上帝，请咱起立来因转手。请坐。当咱作为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的来到你宝座前，真心诚意的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统管一切，我们的生活、动作和气息都在乎你。愿万膝向你跪拜，万口向你承认。我们满心感谢你，从创立世界以前就爱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上帝蒙福的儿女，享受主里的眷顾与保守。无论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每件事上都十分平安。也求你赦免我们有意或无意的过犯，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哪些个性、脾气、态度需要主调整改变的。我们得罪了你，也伤害了人，主啊，求你饶恕我们的骄傲、自以为意的态度，帮助我们能守节心清的来服侍你。主啊，求你充满我们，求圣灵管束我们的心思意念，管理我们的言语行为，坚固我们的信心，使爱神爱人的心不断增长充足，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主圣名。这期我们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安尼祈祷。我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如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像是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的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来启应，启应文第64篇，也就是雅各书第1章，启应文64篇。显着以后，我来启，请兄姐来印。
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时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逐个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这声，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着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正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你家己生做啥款。毋过有伫上早考察，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直得到上帝祝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哩。若有人想讲家己真虔诚，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伫欺骗家己，这个人的敬虔拢无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当咱来领受上帝话，圣经雅各书第3章第1节甲第6节。兄弟姊妹，恁中间毋通有真侪人做教师。咱知，咱做教师的人会受较严格的审判，因为咱大家拢常常犯真侪错误。讲话无错误的是完全的人，伊会晓控制家己。咱用马甲姜倒伫马的喙内，互伊顺服，通控制规只马的行动。搁看船虽然遐大只，互大风吹拍，只有用一支细细的船带带伊控制，驶船的人就通照家己的意思驶，亲像安尼。喙齿是细的器官，还阁会讲大话，阁受看咧。一点仔火星嘛会互规个树篮仔拢烧去。喙齿是火，伫咱的肢体中，喙齿是邪恶的世界，会污染咱规个身躯。这个火是对地狱点导的，会互人规个人生消灭。当咱要带咱来学老的是教会的诗班，伊要学老的诗歌是人主耶稣。
愿一切水的歌声，达到上帝面前得到应纳。那要来为咱正道的是本堂的林耀新牧师，伊要正道的题目是讲话无错误的，将时间交予牧师。弟兄兄姊平安。今仔是迄个台南新学院的即个奉献主日。原底本地是应该甲大家教会卢牧师做交换讲台。因为教会大家教会因今仔日有其他的教会去参访。所以罗尾手甲卢牧师讲，安尼好，怎啊卖交换？安尼伊较方便，会通接待即个来拜访的即个教会。透过今仔日即个奉献主日，搁一届来请咱大家人来关心咱本庄的神学院的即个神学教育。台南神学院是我的母会母校吼。所以因伫咧即个尤其是伫咧即个咱讲叫做有一点像叫做水牛神学啦吼。是安怎讲呢？就是台南神学院有一个真好的传统，就是尤其是我迄当阵还搁咧做神学生的时阵，老师有特别甲阮安尼要求，亲像讲去教会实习老师要求无济，敢若讲，你就算讲你去拄着风台天，即个你经过的路去互山崩去，桥去互冲去，你着爱想办法去到你实习的教会，这就是台南神学院的精神就是伫咧搁较困难的环境内面，学习主耶稣的迄个精神，以及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迄款安尼甲即个土地同齐，甲即个土地的人民同齐伫遐安尼同受苦，迄款安尼的精神这是台南神学院一个真要紧的精神即个时阵，咱要透过请东江来帮忙有一个差不多短3分钟的即个影片来介绍台南神学院现况。兄弟姊妹以及关心台南神学院的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台南神学院对1869年创设到今年已经150几档，过去有真侪人的努力奉献，互这间学校会当继续成长。做一个培养传教者甲社会福音工作者的一个场所。搁一摆甲大家感谢过去的关心、代祷甲奉献，嘛毋忘将来日子嘛继续得到咱的关心，
支持、带导、甲奉献，多谢大家。台南新人医有将近差不多150几年的历史。伫咧即个新人医内面，咱宜兰地区吼，即马上近的就是宜兰教会即个李医生，尤其是咱进前基电会的会长，医生伊即马就是读伫咧台南新人医，所以也请咱共同来关心。即间新人医，咱本庄的新人医，特别伫咧咱即马少子化的即个现象内面，咱新人医嘛受真大的冲击吼。照着进前伫咧台湾新人医即个蔡院长伊所伫遐咧分析的，伊讲咱安尼伫咧即马国过来短短的几年之间吼，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会面临教会渐渐开始无牧师吼，因为渐渐读新学院的人愈来愈少吼。以早一年的安尼即个迄落新生入来，拢上少吼，拢有40-50个以上吼。即马渐渐来拢剩20几个，佫毋然呢，是因为近来。即个退休的牧师哪来哪济，结果煞阵变做入来受栽培，甲毕业出去的，迄个比例不成比例所以哪来哪即个安尼即个教会会欠牧师的情形会哪来哪严重所以嘛请咱来关心教会即个神学的教育，毋然安尼，咱也会通安尼为着。上帝国来安尼推荐一寡遮个安尼优秀的遮个青年去到伫安尼新学院来受栽培，造就来服侍主的教会牧师是41岁才去读新学院若会使哪少年去读会使即个服侍的年限会用哪长则袂亲像牧师敢若会用服侍几年，就准备要来退休安尼所以期待咱上帝若有伫咱的心内感动，就较亲像医生医生伊一遍伊走来找我，伊讲牧师我安尼心内有一个感动，想要读新学院，但是我想要知影讲，我搁咧祈祷毋知影讲上帝的心意到底安怎？我就甲讲讲你要祈祷到啥物时阵？你就是好，你就是爱备办好你家己上帝若确实伊真正来安尼呼召你，伊就你就去报名，佫互你考会着。上帝若无呼召你，你就算报名，你嘛考袂着所以有当时咱伫遐咧讲，想要分辨啥物是上帝的心意，一个真要紧的。是咱有准备好势啊无？咱若还袂准备好势，上帝要安怎甲你呼召？上帝是迄个呼召、迄个准备好势的人。所以医生伊伫咧经过我安尼甲伊安尼讲过了后，伊就开始家己准备。迄个时阵差不多用要1年前，因为迄当初我也讲，因为咱即摆咱长老教会的即个制度有。做一寡调整，就是你要去读新学院，毋是讲你今仔日你报名，你迄年你就用去读，你还佫经过中会、教会对你的即个审查，爱1年的时间也就是讲，你伫咧即间教会要派你出去读
即个报名的程序是爱经过先过伫咧咱家己本身即间教会，先经过中会报准了，伫教会了，就甲你安尼看你一年的时间。你伫咧即一年中间，你安怎伫咧教会内面做事奉？感觉讲你真正会使，教会则用教会名义推派你出去读神学院。所以我就甲医生讲，你连这头前的你拢还袂经过咧，你就要去读神学院，哪有可能？所以你就是先报名了，你就伫迄中间透过你伫咧教会内面的操练，以及安尼你家己的装备准备，你就有法度去分辨讲是毋是上帝伊爱你去读这个神学院。所以安尼医生咱已经进入伫咧第2年吼，咱真感谢主。嘛期待咱中间咱会通培养咱教会内面一寡遮真优秀的青年去安尼受主的即个装备了，会用伫教会内面做真好的服侍。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知影主你伫逐时刻来呼召你家己的百姓来参与伫主你教会的圣工。但愿你家己圣神亲自来伫阮心内来对阮讲话。主你家己呼召你家己所要竞选的，伫你的即个百姓内面，你家己拣调，来互阮来伫咧迄中间来欢喜来回应主你对阮的呼召。主不管阮伫咧啥物时阵来得到主你迄款安尼的呼召。主，阮拢欢喜来回应，也愿你亲自正你的心意，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你的名，因为阮欢喜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做王，就阮所行所做，要来互主你的名得到荣光。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免。咱顶厝安尼有一寡迄个分享。咱分享着讲，上帝将伊的心意来放伫咱的心内，伊也要照着咱迄款对伊的迄个求甲想，以及咱对主的迄款的听候来参与伫主伊的圣工的内面。咱也讲起着迄个想的目的，是要透过想来改变咱迄个观念，是用着迄个属上帝的观念来去代替迄个属世的迄款安尼观念。互咱会通活伫咧即个咱伫咧咱的生活中，会通落实迄个上帝的迄个属上帝的体系，迄款安尼的信仰来活出迄个有迄个上帝的心意伫咱的生命的内面。当咱不断伫遐思考迄个上帝话的时阵，伫咱的脑海内面，伫咱的心内，将互上帝话来充满伫咱的心。互迄个罪恶的意念无法度伫咱的内面伫遐来成长。煞只咱要来讲的就是安尼，咱要怎样有一个正确的讲？迄个讲的迄个重要性到底伫咧倒位？咱今仔的经文内面讲起着迄个咱的舌，咱的舌头，迄是迄个身躯，迄个一个真细细的即个器官，但是却会通安尼是一个咱会通讲叫做讲不可或缺，也是讲袂通去甲小看的一个部位。伊是安尼会通，咱会通讲即个字会通建立一个人，也会通拆毁一个人。伊会通互人甲人的迄个关系来安尼受到建立，也会破坏人甲人之间的迄款的关系。伊会通互一个国家。迄个讲士气会通来得到兴起，甚至伊嘛会通透过安尼一句话来，互一个国家来得到比较瓦解。所以咱会通看见，咱安尼咱爱怎样来去学习控制咱的即个字，安尼互谨慎咱的嘴所讲的话。所以迄个咱需要正确的话，爱时常来讲。迄个错误的话，毋通互伊对咱的喙来出来。所以圣经怎样来形容即款安尼迄个现象？就讲，伊讲人迄落若无咱
人若迄个讲话无错误的，伊是完全的人，吼。所以可见，若是要安尼真做一个完全的人，迄个讲的迄个讲了有正确，是一个真要紧、真重要的代志。所以耶稣伊捌伫咧迄个亚正的譬如内面，伊讲伊着讲，迄个亚正的人安怎？伊伫遐讲，迄个亚正的人所亚的种子就是道啊，也就是讲上帝的话，迄落伫咧迄个无共款的迄个土呢，就会产生迄个无共款的迄个结果，甲迄个成果。所以咱伫咧咱的日常的生活中，咱时常伫遐咧亚正，只不过咱往往咱无真去注意到，咱所亚的到底是亚伫咧什么款的所在？咱无真安尼去注意到，咱所亚到底是亚什么款的种子？咱通亚迄个好的种子，也会通亚迄个歹的种子。那亚好的种子就有机会会通种出即个好的即个果，迄人讲好的树好得到好的果子。那亚着迄个歹的种子，就安尼种做就种出迄个歹的即个树，得到歹的即个果子。咱若时常若伫遐来讲起着咱迄个真讲到真积极正面的话咱就会得到迄个积极正面的迄个结果。倒摆来讲，咱若时常伫遐来讲到即个消极负面的话咱就得到迄个消极负面的迄个结果。若要得到迄个好的果子，迄个好的结果，咱就要开始来去改变咱所讲的话。迄个看甲听会影响咱规个咱的迄个想法，也会影响到咱的讲。咱若接受迄个错误的看甲听咱就安尼有迄个错误的想安尼嘛会真容易会有迄个错误的即个讲，结果致到咱有错误的行。那反转来讲，咱若接受迄个正确的看甲听，咱就有一个正确的迄个思想，正确的想所讲的就讲出迄个正确的话。所以安尼换句话来讲，真做一个会咱检查咱家己的一个方式，看咱内面所想的到底有正确啊无？所接受的，咱所接受到迄个看甲迄个听，是毋是正确？所以主要所以安怎讲？伊讲咱心内所想的、所充满的，喙就讲出来。所以咱心内若迄个有迄个良善，就会发出迄个善出来。若迄个心内所藏的是迄个歹，就会发出迄个歹出来。对于咱的喙所结出来迄款的果子，就会通认出咱到底是结出什么款的果子，是讲会认出咱到底种什么款的树。若要发现，是讲要看见咱内面咱来讲看见咱内面有啥物款，有会讲伫咱内面有迄个，咱若发现讲咱内面有迄个歹，安尼要怎样？咱伫咱进前咱所分享的，咱讲安怎讲错了就改，跌倒了就站起来。迄个改变咱的看甲迄个听互咱会通谦卑悔改来到伫上帝面前，咱来求上帝来施落伊的恩惠，互咱会通听见上帝的声音，阁有一个正确的迄个看，迄个看甲听一个改变，咱的想甲咱的讲就对咧改变。迄个正确的讲，毋但会帮助咱个人的改变，也会互听见的人来得到改变。所以伫圣经内面伫即个罗马书内面，伫遐讲起着安怎？讲迄个传播福音的人，伊的脚惹怎尔水？有人伫遐传讲福音，也有人会伫迄中间来听见福音。迄个正确的讲，
伫上帝眼中是一件真水的代志。这也就是耶稣伊一开始伊侍奉伊所做的代志，就是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讲起着迄个天国的福音。伊伫遐爱人讲：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咱会通看见，包括罗马手当主耶稣伊受接受天了，门徒开始来传讲福音。门徒伊伫迄中间，伊听见耶稣的呼召，伊伫耶稣还未上天之前，伫遐开始来开始安尼做宣告的即件代志的时阵。门徒伫遐听见耶稣的呼召，伊就安那放下所有一切来跟对耶稣。门徒也因为耶稣伊的教导，甲着耶稣伊所行的代志，来伫遐来感觉稀奇搁伫遐来跟对。所以咱伫咧马太福音第4章内面会通看见，耶稣伊安尼行到倒位，伫遐呼召到倒位，遐个听见的人就来跟对。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当罗马手后来当使徒伫咧迄个耶稣伊上天了，因也开始伫遐来宣讲福音。彼得安尼伫咧一遍安尼圣神降临的第一篇的讲道内面，伊怎样讲？伊伫迄个中间，伊讲完迄个伊伫遐讲出安尼，伊伫咧对主所领受的，伊伫遐来甲因宣讲。并毋是讲着偌尔精彩的迄个讲道，但是伫咧迄边，伊伫遐安尼的迄个宣讲，伊当伊讲完了，迄天约略加添3000人来伫遐信主。咱就用伫迄中间来试想，今仔日即个使徒因所经历着迄个五旬节，迄款安尼的迄个圣神的迄个充满了，因将因家己所经历着的。如果因只有干那藏伫咧因的心中，无讲出来，安尼对别人的性命，敢有啥物款的影响力？我想是无可能。但是咧，当因伫遐用着正确的讲，伫遐来宣讲因所经历着的，因来人讲起着因所经历着的，当因伫遐正确的讲，就伫遐结出侪的果子。所以迄个讲真重要。咱也需要不断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操练。咱毋是讲每一个人拢需要诚做牧师，但是咱需要的是需要将咱所经历到的来伫遐来人来讲起着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的迄个大作为。所以迄个正确的讲非常的重要，这是影响人的开始，也会带来迄个规个迄个复兴。迄款的复兴，毋是干那咱个人的复兴，佫会通帮助着咱对咱所宣讲的人，因的性命来伫遐得到复兴，因的家庭要得到复兴，规个社会要得到复兴。咱常常讲，当伫咧即个第三波的即个圣灵的运动的时阵，当遮个伫咧安尼，遮个宣教师因。得到圣神的迄个充满伫咧因的心内，因伫遐开始心内做款的改变了，因伫遐安尼伫遐读圣经、祈祷，后来因伫遐慢慢来伫遐组织，伫遐来开始讲起上帝的恩惠。迄个圣神就开始做工，伫咧囡仔听到因所讲的，因的生命嘛要得到改变。迄个复兴就伫迄中间来开始，所以使徒因当时所抱着的是啥物款的一个迄款的态度？因就是讲，阮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袂当无讲，迄款安尼一个心态，复兴就伫咧迄个中间来得到开始。所以今仔日咱期待咱个人来得到复兴，咱期待咱的教会要得到复兴，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所看的、所听的，咱袂当无讲。真侪时阵，咱明明咱有经验着上帝做的恩典，但是咱却无愿意讲，也是毋敢讲，是安怎毋敢讲？因为咱无受训练吗？但是咱若去。搁一摆来去转来去看耶稣伊所安尼遮所呼召遮门徒，遮门徒拢是
渔夫呢，因并无受到神学教育，但是因却伫咧迄中间，当圣神临到伫因的时阵，因伫遐来讲起着上帝伫因生命内面的迄个大作为的时阵，就有3000人伫迄中间来欢喜来改变，来欢喜来安尼受洗，成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迄个咱所看所听的，咱毋免伫迄中间有做伫遐犹豫讲我要怎样讲，是讲我毋知要安怎讲。主耶稣毋是交代咱吗？讲就算讲，伊当初是对门徒讲，就算人将因交到伫迄个公会所在，嘛毋免伫遐想讲要怎样讲，因为圣神要引带因讲。所以咱会通知影讲，即个讲既然遐尔重要，安尼咱就应该谨慎咱所讲的。咱需要伫迄中间伫遐来分辨，啥物话应该讲，啥物话无应该讲。互咱的迄个字，是讲为着上帝建造人的这个工具，毋是正做迄个撒旦所毁坏人的迄个工具。咱的字爱正做迄个为着上帝建造人的工具，毋是要正做迄个为着撒旦来毁坏人的工具。所以耶稣真做咱一个真好的模范。耶稣伊怎样讲？伊讲伊讲我无照着我家己的意思讲，是照着找我的爸，互我的命令才讲什么话，传什么话。耶稣伊无凭着伊家己的意思伫遐讲，乃是伊伫遐来讲起着上帝爱伊所讲的，伫遐来讲上帝对伊所讲的话。所以咱就会通伫迄中间会通看见，咱时常会讲毋对话，拢是因为咱照着咱家己的意思伫遐讲，是讲照着咱家己个人的感觉伫遐来讲。当咱愿意，咱讲弃权，让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咱无搁再凭着咱家己的意思，咱无。迄落嘛无照着咱家己的迄个感觉伫遐来讲，咱应该安尼学习主耶稣的款式。咱先爱来问上帝是毋是爱咱讲，咱无伫遐来冲锋伫遐来讲，就甲亲像咱今仔日咱的即个KM 内面，咱伫遐咧所宣读的。所以伫咧雅各书内面伫遐讲安怎，讲咱着应该安怎。咱个人就爱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伫遐来受气。一个正确迄个操练讲的方式，就是咱时常甲人伫遐来分享上帝对咱所讲的话。每一摆上帝向咱讲话了，咱就赶紧来找机会伫遐来分享。这毋但是要互咱迄个互听到的人来得到造就。也要帮助咱，毋但伫遐来安尼记牢上帝话，佫会通佫较越深入去明白、去了解上帝的话语。透过咱伫遐不断伫遐来讲，当咱伫遐来讲的时阵，咱时常伫遐来讲上帝的话，伫咧圣神的引带内面，咱对上帝所讲的话，咱就会哪来哪清楚，咱会对上帝的话哪来哪肯定。咱就会对上帝话会知捌，咱会哪来哪完整，至到咱有法度去行出上帝话。讲上帝话，毋是要伫遐来表现咱迄个咱亲像咱家己非常的熟练。咱讲上帝话，是因为这是咱的需要，咱需要照着讲来伫遐来提醒咱咱家己迄个。提醒咱家己，上帝伊到底对我讲什么话？这也是牧师时常伫遐来问起着咱的兄弟，你读这段圣经，上帝对你讲什么话？毋是伫遐，咱读到一段圣经，伫遐讲起讲这段圣经，迄个某咪人伊应该读，这段圣经应该是伫咧什么人的身上？
咱应该是听了，即句话，上帝即句话，到底伊对我讲啥物？安尼我要需要做啥物款的改变？我需要安怎去遵行上帝的话？咱毋应该去讲起着讲起上帝的话，咱也应该时常来讲一寡，才会感谢学乐上帝的话。圣经敢若讲，伊伫遐讲起讲，咱伫遐安尼伫遐迄个叫做讲，咱需要时常口唱心和来伫遐学乐咱的主。伫遐讲起着，伊伫遐安怎讲？讲咱着应该通过耶稣继续将迄个称赞的迄个祭献予上帝。这是宣认主的名的人的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咱会通看见，咱毋若伫遐伫咧咱的顺境的迄个中间，伫遐感谢学乐上帝。咱也需要伫咧咱的逆境的中间，悠然继续伫遐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时常用着诗篇、圣诗灵歌来伫遐来对唱。真侪人讲我毋知要安怎祈祷。诗篇内面有侪这个祈祷的祈祷文，伊要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迄个经文内面这个诗篇来帮助咱祈祷。咱渐渐就哪来哪会晓怎样将咱心底咱对主所发出，不管就算讲你是对主侪的迄款安尼咱讲迄个哀求迄个求救，伫咧诗篇内面悠然有。当咱拄着不管是伫咧顺境，咱伫咧逆境，透过诗篇，咱来安尼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咱安尼无伫咧咱的生活中，安尼不断伫遐安尼透过咱，尤其是拄着遮个困难的代志，也是遮个逆境的时阵，咱伫迄中间，咱无搁再互迄个埋怨的话来充满伫咱，互咱会通，就算讲咱伫咧逆境的中间，咱也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咱所安尼所领受到的，咱会通搁一摆时常透过着上帝话语，互咱会通嘴所讲的，安尼心所吟的，就是不断来伫遐来对主来献上咱对上帝的敬拜甲学乐。因为如果咱若有侪对上帝迄个埋怨，迄个所得到的结果是啥物货？我想，咱对出埃及记内面，咱会通真清楚看见，包括伫咧民数记内面，也有去讲起着。因为以色列百姓因伫遐安尼，伫咧即个旷野伫遐安尼拄着无水的时阵，也是讲伫遐无肉的时阵，伫遐有侪对安尼摩西的埋怨。迄个对摩西的埋怨，就是对上帝的埋怨。伊伫迄中间递到结果就是啥物货？即个以色列百姓伫咧迄代的百姓，上帝讲安那？讲即个发言的，因袂通得到我所应允因所要徛起的迄个所在。除了即个加勒甲着约书亚以外，剩的迄代的人无法度入去。后来去到当因以色列人安尼进入到即个迦南地。这拢是已经是第二代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咱就会通知影，迄个发怨言所拄着的迄款咱会用想象讲，如果咱若时常伫遐来发怨言，会得到什么款的结果？咱也会通伫迄中间来看见上帝是听咱的，伊对咱所做一切，拢是为着咱咱讲对咱是有利益的。安尼，咱就会伫咧凡事顶面伫遐来，伫逐项的代志来时常来感谢天父上帝。所以咱心也会通伫咧迄中间，因为咱时常透过不断伫遐来学乐咱的主，咱会通看见咱的主，伊伫咱的生命内面做奇妙的改变，咱的心就会通伫迄中间来得到不时来得到欢喜快乐，佫会通安那伫咱的生命中。不断搁较济来伫遐来经历咱的主、咱的上帝，因为主伊安怎应允，伊讲上帝所赐予咱的是所赐予咱的迄个平安，是超过咱的
心怀意念的，伊要保超过咱的心所想的，所以咱会通好好来去操练咱所讲的，咱要伫咧去，因为咱所讲的，咱就要去经验着咱的主伊怎样来带领咱。所以，啥物话无应该讲，圣经内面伊互咱嘛有侪侪讲起着。虽然讲无有真明确讲啥物话是叫做无应该讲的，但是却有讲起一寡提醒咱的。伊伫遐讲起着啥物话？伊伫遐讲起着讲人所讲一切的应仔话，伫审判日，逐句拢着负责。我毋知影讲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咱有时常伫遐有代志无代志，伫遐讲人的应仔话啊无？如果咱若有安尼，咱伫照着今仔日的经文，安尼伫审判日，咱逐句拢着负责。咱需要伫上帝面前交代咱所讲的，特别是应仔话。讲应仔话，时常会惹出一寡无必要的麻烦甲问题，佫会伫迄中间来破坏关系。另外咧，就是讲起着侪侪遮个论断人的话，遮个论断的话，咱毋通讲，因为论断人的往往拢是咱只有甲看见咱看见的。咱侪侪咱无看见的部分，咱伫迄中间来伫遐来论断，比较会造成侪侪误会甲伤害。搁伫咧即个论断人的过程，咱时常无看清楚咱家己的问题，甲咱的责任。谁人安尼讲？就是咱家己的迄个眼光无看到遐。咱只有干那看见咱家己看见的，咱就伫迄中间来伫遐来论断，直到咱伫迄中间造成咱，因为咱无看见的部分，直到伫迄中间造成侪侪伤害。另外一寡会互咱无亲像耶稣的话，是亲像啥物话？亲像伫咧即个经文内面，哥罗西书内面讲，叫咱着爱弃绝一切的事，就是啥物话？怨恨啊、恼恨、愤怒、恶毒、放毒，甲嘴内所有一切误会的言语，这个所有一切拢无应该讲。搁伫咧中间，若是讲哥罗西书内面安尼讲，以弗所书内面嘛讲咱着应该弃绝一切这个白贼话，咱着甲咱的这个厝边来讲诚实话。过来咧，伫咧即个提摩太后书内面也讲起着，咱着应该安尼远避世俗的空谈，因为这个空空的话，袂互人比较搁较敬虔。所以安尼，咱应该按怎样讲？圣经虽然无有记载讲，咱着应该安怎对人安怎讲。但是保罗伊伫咧教会内面，伊对教会安怎教导？伊互咱有一寡会遮提醒。伊伫遐透过伊讲伊讲传达上帝信息的人是对讲的人要互因得到造就、鼓励甲安慰。华语说什么？就说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所以咱会通伫这中间，咱就会通发现，迄个互咱会通检查咱家己对人所讲的话，是到底是正确的，还是好的。咱迄个对人，咱会用伫咧这种中间来去检查咱家己对人讲话迄个目的。咱讲话迄个目的，是要带来迄个人会造就、安慰甲劝勉，是迄个咱无应该安尼。迄个，咱也无应该为着要带来迄个所以讲，咱伫迄中间，咱所需要的是讲出迄个造就、鼓励甲安慰的话。但是，咱嘛无应该为着要带来迄个安尼，咱讲造就、安慰、劝勉，结果咱讲出侪侪遮个虚假的话。咱伫咧咱的生活中，
定定会看见啊，有侪侪讲啊，我们不能没有你啦，啊，我们怎么样啦？一寡迄种，咱讲虚假的话，咱无个一解对咱的嘴来讲出，因为上帝伊怎样教示咱？伫咧马太福音内面，伊遐讲啦，主耶稣讲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咱对咱家己所讲的话，爱真肯定，搁真实在。除了造就、安慰、劝勉，咱迄个讲话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带来迄个关系的迄个改变，迄个关系的建立，要互人会通搁较高听耶稣、听咱的主，也搁较高听别人。所以，这两个讲话目的会通帮助咱去分辨，咱到底讲这句话是毋是真正是出伫听？咱是毋是咱所讲的是真正是要互咱会通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听主咱的上帝？过来咧，就是听厝边亲像家己。伫咧讲话进前，咱通大声伫遐来分辨，咱所讲的是毋是真正带来迄个互人造就、安慰、甲劝勉，是会通带来人甲上帝以及甲人甲人之间的迄个关系建立。迄个真实的话若讲了安尼无好势，反倒会互人来抵到跋倒，是讲受到伤害，甚至失去信心。安尼，如果若是咱发现咱所要讲出来的话，若会抵触到安尼，咱宁可选择安尼，咱无爱讲，是用着无共款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话，咱搁一摆好好来去想，咱伫咱的生活中，咱是毋是真正会通安尼好好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搁一摆来反省咱家己，咱所讲的。咱所出的每一句话，真正是毋是真正拢照着上帝爱咱所讲的？是毋是咱所讲的真正会通互人的心得到造就？所以咱搁一摆，咱搁来回想，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咱的讲话是就那亲像咧夜景，咱有注意到咱生活中所夜的是啥物款的景致啊无？迄个正开讲是非常的重要。安尼，伊会带来啥物款的利益？咱会通好来想看卖啊。第二，迄个讲既然遐尔重要，咱需要非常谨慎咱的讲。安尼，啥物是正确的讲？伫咱生活中，咱的讲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吗？这是一个问句。第三，伫咱生活中，讲是遐尔重要，咱需要非常谨慎咱所讲的，啥物是错误的讲？咱的讲话目的是啥物货呢？咱爱注意啥物货？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透过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咱搁一摆好好来去一摆来反省，也互咱搁怪咱所活出来的性命，真正是一个得到上帝的祝福，以及侪人要因为咱来安尼得到祝福的款安尼的性命，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搁一摆安静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主你圣神亲自来光照阮，互阮会通透过阮伫遐安尼不断借着圣神来光照，来回想阮过去阮嘴所讲的话。主啊，阮过去如果若有讲了无好势，也是抵触到造成人的伤害，求主你怜悯，求主赦免阮，也改变阮，互阮会通来及时来回转，来归应你，互阮过来阮所讲的话，搁怪阮所讲的拢是主你的话，为着要互人来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愿你的神不断来
激励阮、帮助阮，互阮真正所活出来的性命，毋但有主耶稣的性命的款式，也阁要互侪侪人因为阮的性命来得到祝福，互因的性命也会通甲阮共款，成做正人的祝福。愿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的圣名。阿门。即时咱来唱歌回忆上帝话。圣诗第498首，圣诗第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请咱起立来因转首。当咱有人徛伫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由本州变到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请陈文南执事尤佩瑜执事为咱示献。请咱起立来因奉献的诗歌。我
今天在这边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知道说，在世上的生活对言语要谨慎，要多听，要谨慎的讲。同样的，对于在世上的财富，希望我们也能够得到你来自属天的智慧，要更加的谨慎，知道在天上的财宝是更重要的。今天我们奉上一点，求你悦纳，孩子在此祷告奉得胜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请坐。当咱来读本周的经句，讲话无错误的是完全的人，伊会晓控制家己。雅各书第3章第2节。现在我来迎新报告，请问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吗？好，那我来报告。本主日为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请为本宗神学教育关心代祷及奉献。本主日台语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预备清。第二项，信德奖学金开始受理至本主日，若有还没有申请的家长，请向主日学各团契申请。第三项，本月31日上午9点半本会举行复活节含圣礼典礼拜，为合堂礼拜，有意洗礼之弟兄，请向郑碧光长老预约上洗礼前的必修课。肢体消息带到，请大家自行过目。下周侍奉表，请有侍奉的同工注意。然后妇女团契下主日的聚会内容为聚会时间。松年团契下周的聚会内容为聚会时间。然后会计报告若有出入，请向办公室反映。好，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如今的世界动荡不安，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依然僵持不下，中东地区又爆发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火，许多无辜的百姓被迫失去家园，失去亲人。求主给各国领导人真实的智慧与爱心，让他们回转向你，做出正确的决定。也求上帝兼顾活在战争中的人们，能够时时依靠主，深知主必带领人们度过一切苦难。也求主保守带领台湾的领导者。如今台湾受到贫富差距严重、少子化、两岸关系等问题困扰，近期各有儿童受虐死亡，使人心痛。我们呼求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充满在每位首长和民代心中，除去他们心中一切假冒和偏见，使他们清洁、和平、温良且满有怜悯，可以做出合乎神真理的决定，结出美善的果子。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教会赐下智慧与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你，拆毁我们生命与教会中抵挡你旨意的坚固营垒，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脱离缠累我们的罪，不再效法世界，而成耶稣基督的样式，给儿女做榜样。求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儿女，使你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帮助做父母的更多依靠你，跟随圣灵引导来扶持下一代，赐给教会和父母谦卑坦诚的心，不逃避民榜问题，不用权威管理，引导而不纠正，管教而不惩罚，祝福而不咒诅，鼓励安慰造就他们。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现在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圣诗第386首，圣诗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因诗煞，请
林牧师帮咱祝祷，咱起立来因转手。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话语的领受，主你搁一届透过你的话语来引带阮、带领阮、帮助阮，互阮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时常会通来讲主你的话语，互你的话会通安尼真做阮喙所出的一切话，来真做帮助侪人，互因的性命来得到安慰、造就、甲劝勉，也互阮的性命透过阮不断伫遐来讲出主你的话语，阮的性命也要得到改变。阮的性命要更较侪经历主你话语的奥妙，透过你家己的话语，伫阮的心内深刻刻伫咧阮的心内，互阮所行所做，拢经历着主你恩典祝福满满。但愿圣神的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高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预备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